再来看台北市的消防局，逐档的歇热拢会举办消防体验的活动哦。今年都有600外的小朋友来体验，还是防灾加救灾哦。逐档这名也一推出，拢真紧就互抢了了，咱嘛做伙来体验看卖。囡仔流水地喷流红点的所在，这是台北市消防局逐年热天拢会举办的消防体验活动，让小朋友伫歇热的时阵会当拿佚佗、拿学习防灾的知识。很好玩，因为那个涉水可以，我射中目标很开心。地震不要爬出去，等地震完才能爬出去。他教导我们，我现在才知道。消防体验营有设计师的关卡，让囡仔来过关，亲像拍火、用绳仔撩过溪、坐分推车救灾，佮有模拟大地震摇来海去的感觉。希望透过这届体验模拟灾难现场，实际操作体验救灾的过程。有4个项目，或者囡仔来体验一下，互伊知影讲咱消防队工课有啥物需要这个应用的救人的这个一寡技术。希望讲伊了解消防工课的艰苦。消防局表示，消防安全教育真重要。这款的活动会当提悬囡仔防灾、救灾甲自我保护的意识。万不伊拄着灾害，就会当冷静，会晓应变。除了细汉囡仔营，对于台北市消防局嘛有针对高中甲高中的学生举办消防一年营的活动。除了学消防知识、体验救灾，嘛希望青少年会当认别消防人员这个职业甲这份工课。记者戴阿选、曾俊佑台北报道。